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新店某一个社区，伫个早起8点外发生一件严重的事故，有一个74岁太太驶着8万的名车，准备要来转弯，忽然间失控，将冲撞路边25台的机车甲1台的轿车。原来这个太太误把油门当作是挡啊，才会发生这个意外。互伊弄到的这个修理车的驾驶是真无奈，讲伊这是新车，才拄买无偌久。 军车轿车倒越过弯，砰一声弄到边仔规排机车，未输是拍保龄球，拢总互弄倒。驾驶毋若是无停车，阁继续向前冲。哎呦！对啊。今仔日早起8点外，74岁单身贵妇开8万进口车，经过新北新店地区来发生车祸，一直到弄到头前的白色修理车才停落来。机车拢互弄倒，白色修理车后壁的板把拢毁掉。驾驶这个时阵，人搁咧车顶，讲这个月才买新车，就互人弄甲安尼，实在是有够衰。 他撞到我鞋子都掉了，你看多大力，很大力啊！啊，你是有先听到声安尼吗？有啊，先听到声我袂有啊，要想要刷噪音，到后壁，惊到我血压要飙高哦。警方调查，74岁单身妇人人驾照无问题，刷到油门当作是挡啊咧打，地主车辆失控，拢总是弄到一台修理车、25架机车，家己轻伤送病院。受害车主是一个多元计程车的司机，但即马无法度做生意，无排队提起民事的求偿。我看到他很惊慌，然后我以为他跟我一样是受害者，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天，结果后面他讲了一句说啊，我就不小心把油门当刹车踩啊，然后我就回头看到他说，所以是你撞的，他说对，是他撞。单身贵妇一个人开车出来，警方对伊做酒测是无食烧酒，判断是家己的操作问题，才会出车祸。妇人人家己嘛真惊吓，不过看这规排25架机车是拢总倒去，若是爱车害去，后续却也搁爱面对赔偿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